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因为疫情暂停营业2个月，连带嘛影响到艺术的收入。为着要让工艺品来展现到价值，嘛来增加买卖机会，特别来成立到卡艺馆，提供平台，让本土艺术来展售作品。歌手工会是负责营运的基金会董事，嘛亲身来到现场斗乌演。这嘛是工会封麦6年了后第一届公开来现身，让不少人真惊喜。运助经济再传艺。拍开宝盒内底有真侪工艺品，大项拢真有价值。即摆毋但会使伫宜兰团结中心看到，阁有机会早转去变做传家之宝。是展现我们本土的工艺艺术家的作品。我们希望从这边开始，把它推广出去。我们的工艺家表演呢，还是要继续这个表演自己额外这个掏腰包疫情冲击各行各业，为着让工艺品展现价值，负责营运团结中心的基金会投入9000万成立卡艺馆，提供平台让本土艺师展览作品，让作品会当卖出去。记者会现场嘛，虽然已经封麦6年的歌手工会。做这个公益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。电视机前的朋友有空的话，大家重来。像一次那熟悉美乐蒂帽仔低调出现，面对镜头，阁有淡薄紧张。身为基金会董事，工会亲身来到现场，用行动支持传统工艺。因为一般从事工艺创作最需要的就是那个展售的平台，传统工艺它的销售管道可能是比较狭隘啦。加一个平台来卖作品，文化部希望未来当让工艺师的作品行到国外，让世界使看到属于台湾的各部工艺品。